怕有一天會跌倒。Oh no， 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影蹤。天空海闊，你與我可會變？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身為一個本港特色嘅小專家咧，我就要問下你啦。知唔知點解會有雞蛋仔咧？因為好食。冇錯，呢個第一個原因，好重要嘅原因。但係另外咧，就係因為以前嘅雜貨鋪，即係賣柴米油鹽啊、賣雞蛋嘅地方咧，有好多成日都有少少啲雞蛋會碎咗噶嘛。咁就費事晒咧，佢哋就會裝住嗰啲爛咗嘅雞蛋，然之後咧加牛奶、加麵粉再打埋一齊，加埋牛油，成咗雞蛋仔啦。係啊，細個聽過。所以個名都叫埋雞蛋仔。冇錯，同埋見到香港人嗰種自潔嘅美德，好晒啊嘛！好晒，所以一手你一粒都唔好留，好晒。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Oh no， 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呢間真係唔使多講啦，佢離北角站行過嚟都唔使1分鐘就見到啦。行路就唔使1分鐘啦，仲要食完之後可以幸福成日。佢嘅口感啊，絕對係頂級㗎。細個開始食過紅金嘅，脆卜卜嘅，然之後咧入邊係鬆軟嘅蛋，呢個就係紅金享受。好少薯片，媽咪會鬧我同埋。因為細個都係要同爹哋媽咪，即係譬如話放學有啲 special 有啲少少 treat，我先可以有得食雞蛋仔嘅，所以對我嚟講都係少少以前嘅情意結咯。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係。因為雖然我喺加拿大大，但係其實加拿大都有好多香港移民咗過去嘅人，咁所以喺加拿大細個都有食雞蛋仔嘅。當然就近呢一屆就冇食啦。係啊，好肚餓啊！我途經港島東、北角就有呢一間。雖然佢唔係咩網紅店，但係好多美食家、明星都嚟幫襯過。我之前都食過，係幾好食嘅。正就正在佢新鮮做出嚟之後，隔半個鐘佢依然好香好脆。唔該，要一下雞蛋仔。唔該。你哋睇下，火候適中，又圓又大粒，賣相的確唔錯。OK，係幾嚿喎，又脆又食。OK，北角地鐵站 B1 出口，路口轉右，你就